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1月初2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对马来西亚来台湾读大学，却来丧失性命迄个查某学生的爸母张教伟。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也有针对这条案回释的。5月台北市一个民众掠破100外张1000的银票，结对女侠窗仔外出去，地方法院判决罚金13万过5000。台东的海岸风影中透甲2公尺悬，走绿岛含南树的客船面后日，船帮拢总暂停。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对马来西亚来台南读大学，却来不幸丧失性命，迄个查某学生的爸母昨来到位，透早就并对高雄市立殡仪馆去探看查某囝的身尸。发生案件，这间大学的校务长和校园安全中心的主任，双人也已经请辞。总是台南黄伟哲市长也表示，会全面检讨市内各大学安全的问题了。在台湾红色海的马来西亚查某大学生，因爸爸妈妈到台湾经过采检，确认是阴性了后，初二透早就并去高雄殡仪馆。面对查囝离开的事实，查某大学生的妈妈是一路一直哭，互人看甲后更甜。若是悲伤的气氛，嘛伫咧学校摊开。学校的老师甲学生主动伫咧校园布置堆书墙，校园检讨校安通报责任，校务长甲校安中心的主任2个人请辞。我们校内也非常的自责，所以我们也展开检讨。那学务长其实在第一时间已经向我们校长请辞。那我们会从晚上6点就会开始，从校内到校外，居民跟同学们会经常使用的路段，我们都会有巡守队。因为毋拿查某大学生这个案件9月底伫代志发生的同一个地点附近，共校的女学生嘛险去互掠去，毋过校方迄当阵却无伫72小时以内完成校安通报。学生佫指出，这个所在至少到2016年开始，就定定拢无电火。毋过台南市长黄伟哲接受访问的时阵，说讲敢若2拍袂倒，毋那引起学生批评，而且校友佫呛声讲要罢免黄伟哲。比较敷衍。就觉得市政府一等消委，对家属提出的要求，我们会全力来努力来做。市政的成果应该就是让市民来打分数，我们应该是尊重所有市民的选择，也尊重校友他的一个选择。黄伟哲表示尊重，而且指示市府成立校园安全汇报，专门检讨校园安全，包括路顶、车路环境来做全面的巡检。若是查某大学生的爸爸妈妈，早起拢踮伫咧防疫旅馆无出外，伊加协助相关单位来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是在9月底，共这间大学就有另外一个学生，由原来伫咧发生案件的铁基路骹，险互歹徒掠过手，结果伊去报案，警方发现手续都办无10层，但分局长也已经调职，有学校这边嘛无照规定通报这款安全问题。总是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也公开甲受害者的亲人回释咧，佮讲会尽力检讨甲改善。伫台湾读册马来西亚女学生被杀害，行政长苏贞昌初二也公开向家属回释咧。马来西亚的女同学来台湾求学，发生了不幸，深感遗憾，而且我们也觉得对家属非常的抱歉。同时，对于这一个歹徒，一定要严惩。最重要是要把任何治安的死角给消灭。其实早伫9月30日，同一学校有一名女大学生伫同一个案发地点差点被掠走，毋过报警了后，台南市归仁分局无开立报案3联单，分局长已经被调职。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归仁分局受理报案的定数有问题，所以敦促台南市警局将归仁分局长调离现职。整个过程里面，不可讳言的确在所谓的报案备案这里，产生了一些疑义跟瑕疵，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尊重了地方政府的这些建议，也尊重局长的建议，先进行相关的一些调整。另外，女大学生有害学校也知影前一件共校的女学生差一点被掠走的代志，却无依照校安通过规定，上庭予教育主管机关、教部长潘文忠也公出档会。是学校轻忽了教育部初步了解，学校也经过相关的校安人员到
乃至到学务长都有了解到这个案子，但未去执行通报，教育部会依照相关的这个规范来予以处分。潘文勇表示，会派专案小组到学校调查失职人员，后续如何保强校园安全，市国用保证所来去警政单位会主动反向联络教育体制，针对校园附近的治安热点加强巡逻。记者综合报道。先来关心政治，讲早起外交部吴钊燮部长表明讲，无论后日美国总统啥人调，咱拢会和美国继续合作。在野党的立委是指出，蔡总统连任，美国两党的议员落来祝贺的影片，描述当地有争差，咱敢是讲简直挺公平咧。阁有2天前，Turkey 这国发生大地震，因为总统有感谢咱国援助，结果中国嘛是去甲人施压力。美国大选进入上尾阶段，台湾要安怎因应美国选举了后新的局势？初二早起，外交部长吴钊燮去立法院备询，报告台美关系发展，强调讲无论结果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执政，台美会持续合作。不过吴钊燮无意也无意讲到一句交接期，嘛引起外界联想。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交接期，而且在交接期之后。也会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主要的这些决策者才会完全就位。如果那个有政权轮替的话，当然会有交接期。但是如果说政权没有轮替的话，我们会跟川普政府维持原来的这种非常良好的这种关系。针对顶礼拜华盛顿邮报，台湾政府甲民主党议员5日控祝贺的影片态度强化共和党。虽然外交部慎重来否认，不过南洋的立委也是持续追究指出。两党的影片长度相差47秒，这个台湾政府面对美国大选无够客观。民主党的议员的驻俄时间只有10秒，我们只给他10秒；共和党的加起来有57秒，这中间相差了47秒，这造成人家的一种误解。所以我在这边我再次提出来，这个你们真的要去检讨。政府不会选边站，但是这个事情不会选边站。土耳其大地震。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在推特破文讲，感谢台湾的协助，而且抛出10外友好国家的国旗。外交部证实，因为中国施压，致使土耳其修改破文，把台湾的国旗提落来。所以确定中国有向土方来打压。是我们的情资是显示如此，不会因为中国打压就阻挠了我方对土耳其的协助，没错吧？不会，我们不会停下来。针对这点，吴钊燮表达遗憾，不过强调讲，台湾也是会坚定向国际社会提供人道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蔡英文总统竞选连任的时，就主张行政院爱新设数位发展部，当然过去的国家科学委员会可能也会重新运转，这两个组织分担业务，目前的科技部才来废除。另外，就是环保署甲农委会嘛，拢会升格。总是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也表示，若研究了段落，才会甲民众报告说明。总统蔡英文在就职演讲当中，也宣示要推动政府组织改造，佮表示要成立数位发展部。最近传出行政院决定废除科技部，恢复设立国科会，理由之一就是予新成立的数位发展部分担部分的业务。行政长苏贞昌初二受访时，只表示行政院组织改造会因应时代有新的需要，因应时代新的需要，所以我们已经盘整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到最后结果出来后，我们会向国人同胞报告，也会送请立法院同意。根据了解，相关修法草案上紧明年初，立法院本会期结束进程就会送入提议。2014年才挂牌成立的科技部，如今面临废除的命运，会加做有史以来上短命部会。按算恢复为前身国科会，组成委员由政府委员兼任，科技部集中的任务会由国科会数位发展部来分担。立委指出，无论是部级或者是会级单位，重点是如何做好部会甲产业之间的协调。要退回到像国科会这样的一个单位，去制定全国的科技政策，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的方向。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过去我们在科技部的位阶上，可能都没有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到非常的很好。如果要变，就要变得更好，而且要做长期的打算的，并不是来打
代跑的方式。另外，新成立的数位发展部，共款会拄到部会之间协调的问题。立委提醒，希望这部会唔通甲科技部共款。根据行政院目前的组织改组规划，环保署升做环境资源部，农委会升做农业部，原子能委员会会转型做为核能安全委员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的消息，先来关心泰国的学生推动要求封疆的制度爱改革，还有总理落台国会解散的抗争，到今已经3个月过。近来也有无共挂门的群众行上街路，表明要拥护封疆。昨泰国国王也出面接受这的支持者献花，佮表示家己犹原是热爱全国所有的百姓。泰王瓦吉阿隆公甲王后苏提娜，初一出现伫咧曼谷大熊宫外口，行向民众接受献花，甲民众来讲话。现场遮万的保皇派真激动的大声喊万岁，就连对联宫并佩来贵妃斯尼娜嘛出现。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瓦吉阿隆宫长期秘伫德国，生活真奢华，而且王室阁有法律禁止冒犯的保护，是引起连续3个月过学运要求改革的主要原因。初一王室特别安排 CNN 甲 Channel 4 News 来进行真罕尼快的独家专访。瓦吉阿隆宫头一届发表针对民主示威活动的公开评论，强调过家己同款真爱全国所有人民。记者问讲，其中敢是有妥协的空间？泰王讲，泰国是妥协之地，为着要改变负面新闻，保皇派民众最近嘛一直上街路，讲要用性命来保护君主制度。สมัยรัชกาลที่9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เห็นรัชกาลที่9ท่านทรงงานอย่างหนักมากแต่ว่าคนรุ่นใหม่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กิดไม่ทันและเราก็เห็นความแตกแยกในบ้านเมืองเราก็เลย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เขาทราบว่าบ้านเมืองเรามีขนบประเพณีที่งดงาม 不过，少年世代所发动的已经拖3-4个月反对活动，也是逐工伫咧出现，而且展现关度的创意活力。泰国公主西里万娜瓦瑞29主办一场时装秀，展现旗下高级时装。示威者嘛伫咧闹区街路嘛办一场考试时装秀来甲伊对抗。有人装作泰王瓦吉拉龙宫上介穿半龟甲，还佫有配假腰裤的造型，还佫有人装作爱妃斯尼娜甲上顶保皇派小小兵。真侪考试艺术甲街路的万圣节化妆舞会抗做伙，场面是真趣味嘛真闹热。中国的29、30这2天，泰王阿母出席法政大学的毕业典礼，颁发毕业证书。在咧校调之下，改编是特别严，真侪学生选择袂出席毕业典礼，表达抗议。佮甲因所认同的反政府人物来徛牌来翕相，上顶对因的手接落来毕业证书。示威者所要求总理落台，还佫有解散国会，停止骚扰异议人士，修正军方制定的宪法，而且限制王室权利等的3大诉求，目前还未得到政府正面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日本关西上界大的都市区大阪，较跨面的行政机关或者大阪府，其中上界发展的就是大阪市。目前无论大阪府的知事，还是大阪市长，拢是大阪维新会这个政党出身，因也拢咧推动改善大阪市资源公平分配予府内各地方。结果昨公民投票，这条主张犹原差分无通过。結果は、我々2度目の敗北であります。また今回は公明党さんに多大なるご支援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が、全て私の力不足。都構想が否決をされました。この大阪市民の皆さんの判断を僕は政治家として率直に受け止めよ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なので僕自身が大阪都構想に挑戦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身兼大阪维新会主席的上境一郎指出，家己致力推动的政策遭到公投否决，所以伫这一任市长任期伫2023年4月届满了后，会退出政坛。另外，前期也同款的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是强调，伫前期届满进前会好好思考未来气流问题。作为关西地区第一大都会，大阪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口数捌超过东京都。经过2摆大战的战火加战后重建，都市发展一直拢以大阪市为核心。1960年代后半开始，政坛甚至出现夫妻相争主导权的现象。无甲70岁就当选大阪府知事，叫夏天。随后，大部分由自民党出走的地方人士，成立以推动大阪都构想为主要目标的地方政党——大阪维新会。
啊，毋过2015年第一摆交付公投，就以小可查区失败，叫下铁退出政坛。接手的上警甲吉村两个人，伫2019年的市长甲地市选举双双大胜。公投案伫今年阁定来，却也是踢着铁板。赞成多个项的一并认为，改善大阪市各新铁市的特别行政区。资源各分散予大阪府其他的所在，应互规个大阪地区共同提升，各影响行政上的浪费。啊，毋过公投的选举人限伫个大阪市民，所以无愿意分配资源予其他地区的人较济，也造成大阪多个项失败。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宣布讲，国内阁新增加对印度、印尼甲菲律宾过来拢总5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啊，目前计共是564宗病例。会记2礼拜前嘛有一遍1日5个带病入境，可见武汉肺炎伫东南亚犹原也是当咧滚价。咱过来讲，因为透东北风连带风台外围的气流影响，台东县的海岸今日风影已经透到2公尺外悬。啊，走绿岛含兰屿的客船，业者也已经公告讲，明仔后日船帮拢总暂停了。在东莞外海风力慢慢增强，中央气象局初日监测到东部外海受东北季风加闪电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已经出现2到3公尺悬的海影。伫外海作业渔船陆续回港避风，渔民讲可能要等2天了后，风影变势才能够出海。往返台东甲绿岛南水客轮业者也大肆公告，初三、初四2天船班停开。不过今日甲开船班将2个离岛近1000名游客提早载回来。搭船的风浪状况还好，很好。听说明后天都停。明天那个浪高至少3至5米左右，所以那个风太大，所以今天会把客人输送回来。业者表示，目前今年判断这2天的天气决定船班开的状况，不过礼拜4、礼拜5要搁看闪电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搁决定是毋是要开船。记者综合报道。下晡上届新的消息，再来看早起经济部王美花部长伫咧发言表示讲，7月振兴3倍券发落去到市民，到即阵带动的效果比较本地按算的上千亿加真侪出来。啊，立法委员也咧关心讲，若安尼食，明年敢有要搁分新的振兴券？王部长说明时到，就看国内外经济变化，才搁来拍算。3倍券的效益渐渐出现，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伫立法院闭村的时阵表示，希望会当超过原本设定的1000亿上期目标。若是明年，敢是阁有机会来送另外一波振兴券，刺激经济成长。部长表示，来看国内外疫情影响，还有各部会的这个安心旅游哈，还有这个易放券等等，这个的加成效果目前是远远高于1000亿啦哈，初步看起来是有高达1700多亿的效果。那至于明年有没有需要再做什么样的措施哈？那这个各部会看整个国际的情势、国内的情势再来推。若是顶一日指挥中心规划讲要照外交气泡的方式推出经济气泡的计划，王美花强调讲，今次会当面度过24天，也搁伫咧评估可行性。初步规划讲，入境的商务人数敢会当小范围出入。希望有一些重要的案例还是可以来澄清了。那要件是要严谨的，那另外人数不要多，那范围不要大，严谨，但是必要性的部分还是应该让他来这样。另外，针对美国总统大选特别有结果，今次影响台美之间的经贸关系。王美花表示，台美已经启动经贸对话，大选了后会搁进一步。就算讲未来选后有变化，总统府顶礼拜嘛已经召开各项会议，密推演。经济部会会照总统府所下的方针来进行台美的经贸对话。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和美国的经济贸易，针对这回进口美国猪肉的问题，台北市高文特市长嘛再三批评中央。顶日来，这口西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今日佫继续提讲，在咧看美国猪肉、牛肉，这毋是食品安全，是交通管理的问题。身为中央政府，毋通互遮尔侪挖靠饲猪这门产业的百姓三无涨。过来若是有啥拍算，就要随讲服命。台北市长郭文特最近伫咧来考多办猪肉议题，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对呛，甚至是假讲苏贞昌失职。苏贞昌初日表示，无心情去注意一个人伫咧讲啥。针对这件代志，郭文特佮呛讲，美猪美牛毋是食安问题，是沟通管理的议题。苏院长的回答是真阿白。像苏院长这种回答，就是坦白讲，就极其傲慢，就是说，坦白讲政府还是要回应人民关心的题目。这是一种执政的态度，我觉得这种回答就是傲慢，
踏伐，就这样而已啊。国务厅强调讲，市场砍削到台湾2000亿的产值，都饲料生产到起低调等等。伊认为讲，中南部市场的农民拢真紧张，分不清楚政府到底要创啥。因为100亿的市场产业基金凊彩就开了啊，政府应该赶紧把配套措施讲得清楚。你难道你说，这个明年多少台柱会进台湾是看政府的配套措施？那我问你了，那你是啊？你认为你不是政府是不是？你当家的人，你是负责人，你今天说那等明年政府配套措施出来再讲，这个就是典型的不负责任。国务提过，伊做市长已经6年，真清楚政治上的问题，不应该用凊彩准过的态度来处理。来个多半迪拜问题，政府应该先困面对，赶紧想办法解决。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教育部已经有发出公示，禁止学校营养午餐的业者，过来袂当采用有落着正肉精的猪肉制品。不过早起全国家长会长联名这个团体，又原来去到立法院门前抗议，要求规去把这条规定写入去学校卫生法法律内面。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的立委也拢有出面去助阵。全国家长会联名等等的团体，组织伫立法院头前大声抗议，而且伫边仔宣布立法院教育甲文化委员会审查的过程，希望通过学校卫生法第23条修正草案，明定学校提供团体食食，实在禁止使用有一型受体素的肉品甲加工品，而且定出相关的罚则。如果闯红灯、不戴安全帽、没有罚则的情况之下，大家还会不会这么做？所以，因此法源罚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学校卫生法就如同2015年基改一样3读通过。我们很恳求立法院能3读通过学校卫生法第23条。如果真的要做一个所谓的改善的话，为何不将它纳入，直接从法律面去修正？教育部用一个公文禁止有来克多巴的美国猪肉进入校园，不过有家长认为讲爱有法院的依据。国民党甲民众党的立委嘛到现场応援，因認為講，若無明確的法源來禁止，就無法度真正確保學生的食安安全。不過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營養午餐用國產肉的原則已經明文列在法條內底。那麼行政院尤其會在110年再增加預算，每個學童從原來每餐的3.5元提升到6元，總預算也增加到20億。我們會在食安法的授權之下，訂定我們的 MRL。那至於有關消費的行為，那就要消費的行為做管制。家長團體表示，要求修法敢若是抗議的第一步，尤其是托兒所或者是幼兒園，並不是學校衛生法規範的對象。若是修法防阻擋，會招更較儕家長去街路抗爭。記者綜合報道。原來講，今年5月，台北市一個姓區的民眾，因為找頭路甲洗厝的過程攏無順利，人去住佇咧女社，心情一時間壓雜，所以你也破100外張1000的銀票，結對窗仔外出去。結果地方法院也以妨害國賠定治條例第5條，判決當事人是有意破壞銀票，罰金13萬過5000。這條案由原還佫會當上訴。前拄天頂落落來，一張一張壓佇土骹，經過民眾看到，攏壓落去捡起來，而且向警方報案。不過警署來看，所發現講，這寡錢全部攏破去，袂當使用。原來是一個社區的查甫人，今年5月份帶入去台北松山一間女社的時陣，得加11萬6千塊的現金利條，而且單向大路。不過這款舉動已經犯法。我們一般就是說，你自己的東西，你可以自己去自由去處分它，你要把它燒掉都無所謂。但是我們今天的課題，如果它是我們的國幣或貨幣或是鈔票的時候，它會涉及到某程度的公共利益。社區的查甫人毀損國幣，去予台北地方法院判罰金13萬5千塊，會當獲入獄。雖望伊向法官承認講，因為找工課洗厝無順利，這就是心情無好，甲10張100塊，甲125張1000塊利條，而且等出去窗仔外口。不過也是去予法院認定講，涉嫌犯妨礙國幣停治條例第5條，若是有超過伊毀損，地數袂當使用，會當罰毀損金額5倍以下罰金。毀損或者說致令不堪使用我們在實務上通常會認為說，如果你今天是把鈔票撕成一半，沒有撕斷，還能把它粘起來，那這樣就還不算不能使用。律師表示，錢無理當，基本上攏還佫佇咧會當使用範圍以內。不過若是超過伊甲錢理做4分，甚至是囥佇水內底浸好暖，或者是用火燒甲干那剩一半，就是完全袂當使用的狀態，嘛是有可能構成涉及毀損國幣相關罪行。記者綜合報道。
昨暗有民众手灌喷漆入去彰化关乐港地固定的古迹龙山寺，金炉壁面一位一位拢共喷共一个人的名姓起哩。尾手警方有找到当事人，照看是感情错节的原因，才会来犯案。总是这款破坏古迹的举动，已经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庙方也表示会提出告诉。一个查甫人趁暗时电火暗暗的时阵，去龙岗龙山寺围墙外口，四界喷漆乌白纸，还佫连续喷几啊位。边仔民众看到是赶紧报警察。不过龙山寺是固定的古迹，已经几啊个所在去互破坏。龙岗县内面20位以上。20几位啊？哎呀，按这直说规个拢有看。画色也画不出来，从这个图案来的。围墙顶悬红写袂少字，边仔护梁甚至是金炉顶悬，嘛红用黄色甲乌色的喷漆写落字环顶顶的字，到连门边嘛可以画甲灰高高。这个代志发生伫初一暗时7点外，有民众发现一个男性伫龙山寺外口围墙乌白喷漆，警方随甲带登去了解犯案的动机，嘛会以违反文资法上班。6个月以上5年以下，然后得并科罚金50万以上2000万以下罚则。警方表示，这个姓洪的男性并不是在地人，是安怎会特别选龙山寺来犯案？还佫伊喷漆写的字是啥物意义？拢伫咧进一步了解当中。咱若彰化县文化局嘛到现场勘查，目前破坏的区域大部分是壁顶、涂骹，还佫有外口的围墙，会赶紧做修复甲处理。相关的顾问来确认，我们现在用新的科技的一些清洁剂啊，会不会毁损啊？如果没有什么毁损问题，我们会到这种咨询这边讨论，是不是就赶快用小额来恢复原状这样？如果是门神那些的话，哇，那就不得了，就没办法，其实都是墙壁。彰化县府表示，会赶紧请专家来了解，伫未损害到结构的前提之下，重新搁擦过。龙山寺表示，好加在喷漆的所在，并不是伫咧门帮或者是彩绘的道顶悬，修复相对来讲无遐尔困难。不过，要是会对这个男性提出毁损的告诉，嘛请保全来维护古迹的完整性。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10月新竹市一个少年妈妈带只10岁的后生，入去市内一间百货公司内面所设的大型游戏场佚佗，结果囡仔对雌牛郎溜落来，镜头啊刷去互牛郎腿边的塑胶锁啊写一个断去。但做爸母的嘛含市议员做伙出面，要求主管机关要加强重视游戏场的安全问题。这间伫新竹百货公司内底大型游乐场，伫10月初9传出手镜头断去的代志。一个妈妈带10岁查甫囡仔到游乐场耍，想要讲查甫囡仔为雌牛郎溜落来了后发生闹血代志。工作人员简单处理了后，协助叫救护车送病院。到去店才发现查甫囡仔倒手的大拇公有一只被扭断去。医生打开伤口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小朋友的左手大拇指整个断肢，然后我就晕倒在地上，就痛哭。他的溜滑梯左边的那个位置真的很危险，接缝是有那个缝隙的。经过紧急手术接断的，不过因为神经受损，恢复情形要搁观察。查甫囡仔妈妈表示，业者讲只看保险安怎赔。民代接到陈情到现场勘查的时阵，发现这游乐场虽然厝牛郎已经封锁，不过全馆游园继续营业。发生代志的厝牛郎两边无对称，推测查甫囡仔手镜头都是被倒边空旁的塑胶线挂断去。在它开幕的时候，其实又找检验公司做检验，它是通过的。像这个溜滑梯的这个缝线，长期的这个重量压制，它这样子缝线的松脱，4年来都没有人发现吗？备查率偏低啦，备查就是说你连这个去备查这个部分都还没有做到。那第二个就是稽查，稽查的这个合格率事实上也是偏低的。民代这期国内游乐场无统一管理单位，这摆发生意外游乐场伫个商场内底，主责单位是经济部商业署，公园的游乐场是属于营建署，游乐园是观光局主管，无统一检查标准，比查比例也较低。呼吁政府应该全面清查，避免佫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2012年高雄市消防局一个队员徐国尧，因为不满消防人员当值一日，才有通休一日，工作时间过头长，伊毋拿带同伴做伙游行抗争，搁去告消防局，尾手刷去互主管连续记42支新界免职。早起徐先生本人去到市府门口陈情，要求陈市卖市长过去因伊的重新调查伊这条案，但就要照聘照见。
有白布条啊，大声发抗议的口号。高雄市消防局总队员徐国尧，初二早起去高雄市政府头前，手提市长陈其迈签署答应会重新启动调查的消防改革承诺书。控诉发生伫家己身上升到这免一个案件，到达已经经过6年，3任的市长，要是干那讲的尔。陈其迈市长，你既然说你是人权市长嘛，那这个是前朝，虽然是陈局做下来的这个遗憾，他做了不好的事情，但是你现在是市长，你就是应该帮我去平反。那现在目前的进度就是这份公文其实已经到市长室，已经2个月哦，甚至已经快要3个月的时间了，但是目前都还没有任何的回音。徐国尧2012年因为不满消防员做24点钟、休24点钟、轻易休1的规定，所以筹办游行，而且提告消防局，了后伊互调职，而且伫2014年6月到7月，短短40多天的时间，去互记42支的新界。徐国尧表示，这款的处分真明显是去互针对，而且经过大法官释宪，嘛认定讲警消等等轮班的公务人员工时甲补偿的制度并无合理。在当初审漏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些漏而未审的部分，或者是在这个有没有违背行政程序法或者是比例原则，对真的这个的惩处事项会导致原来的那个惩处案或者是那个免职的处分中间是不是有些瑕疵啦？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质疑讲，陈其迈就任3个月，市府甲消防局还佫伫互相下提责任，无要做处理。那高雄市政府副秘书长出面提着陈情书的时阵嘛表示，针对处分敢有违反比例原则或者是停事，已经展开调查。若是了后发现有问题，会以行政停事法甲其他相关的法令来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早起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公布讲，伫咧私立大专院校兼任的教师，加课1点钟的费用，自1993年到今，拢有捌搁再起过。啊，毋过迄当阵物价的指数若比较紧，是已经加要4成起来，钱变薄，薪水等于也是减少。但正人也要求教育部决定要重视这层问题。一般中小学现在都是30到35个人，那我们呢？那个兼任教师呢？大概就是50个人，50个人为一个单位，就是那也有些是60个，或者是到100个呢。那个兼任教师大概就是通识或是语言中心啊。那我们没有教学助理，那一个老师怎么样去顾这50-60个学生？那为什么中小学已经改善，那大学呢，就是变成就是教室非常非常拥挤啊？那我们跟专任老师的工作内容是一样的，可是呢，却造成什么样？同工不同酬。我们做的内容是一样的。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强调讲，公元2013年虽然有成功争取到行政院核定公立大专院校加课的钟点费调整16%起来，啊，不过私立的学校却无通对咧行，会当家己决定钟点费敢有要起。好像原哪像教育部和学校共同号，伫咧北社才会辛苦的老师。过来讲，环保署针对餐饮业新通过空气污染防治设施管理办法的草案。过来，营业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尺，也是接待人客椅仔位超过300位者，拢都要加设排空气的管线。头一批照看有1600几间饭店、婚宴会馆，拢会列管在内。近在年底就会公告实施咯。这几年来，火锅、汉堡、食到饱餐厅真多，大家拢真爱食。啊，不过这店家所摆出来油烟，煞常常互附近的居民挡袂牢。啊，都有那个味道啦，味道都是跑不掉的，整天都这样的。为减少餐饮油烟空污，环保署新制定《餐饮业空气污染防治设施管理办法》草案。将列管营业面积1000平方公尺以上，或者是300位以上的餐饮业者，拢爱设集气排气的管线，而且每个月爱清洁保养。第一波会针对饭店、食到饱、婚宴会馆、甲百货公司餐饮业者优先会立管1600多间。要求大家要装设污染防治设备。那设备的话，它只要定期的维修、保养和清洁，它就可以发挥它的功用。排油烟都一定会装一些静电处理器，然后去就是确保这个油烟排出去是符合政府规范的一个标准。环保署表示，环保定情案件平均一年有17.3万件，其中餐饮油烟就占1.5万件。另外，考虑餐饮业主要集中伫台北市、新北市这都会区，也要开放因地制宜扩大立管的范围。这项新的规定，按算伫年底公告上路，业者有1年时间应改善。
到时阵若是违反，刑罚2万到700万。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桃园新竹这方面的消息。桃园市领先全国，已经开始咧推动环保碗池的循环利用。民众若经过手机登记好势，唔免押金，对价照用，就通换对别位去还。所有回收回去的碗池，拢总委托专业的清洁公司过洗过消毒，才佫摕出来招人。开始是兼顾爱护环境甲食食的卫生。买饮料、买便当，袂记你早环保杯啊、环保饭盒也袂要紧。即马会当甲店头借，桃园市全国头一个推动环保时期的循环，只要绑手机的号码，唔免押金就会当借。使用了后，只要登记有合作的店头或者是市府大楼内底就会用得。而且回收了后的环保饭盒啊、甲杯啊等等，有委托专业清洗的厂商，洗好消毒了后循环来使用，确保卫生。要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会带那个筷子啊、汤匙啊，那些都会带。忘记带怎么办？他餐厅里有那个免洗筷啊，再用它那个就好了。忘记带就没办法了。环保局它现在有推出那个租借的，你觉得怎样？那很方便呐。海里的生物，可比鱼啊、甲海龟，食着管啊挂，还佫有塑胶干啊、甲茶仔的情形袂少。根据107年的统计，干那桃园的废弃物内底，都有7万吨的塑胶甲纸盒仔，若甲这排列起来，竟然是桃园市车路的202倍长。环保局率先示范使用，那经过这半年来我们总共减少了2万次的一个废弃的一个纸杯那个盒器哈。环保局表示，针对无家己传杯仔的外送饮料，店头也是会提供用一届就单调的杯仔，若一天一杯，一年就要等365个杯仔。桃园市建立环保时期，照、行、洗、配送等等完整循环的共享平台，目前拢总有10间做这业者加入，希望未来会当有更较侪业者来响应。透过环保时期循环使用，达到本数减量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新竹市的德联市场内底，近来加一档来咧摆，毋过无卖菜也无卖肉，内容是推销宣传免开钱的环保理念。原来就是甲人来客气遮的消费者，展览环保方面的知识，佫兼解说真侪农产品成长的过程。伫早起菜市买菜人真多，毋过有一档特别互人注意。原来是甲环保有关系的展览，内容对水果、青菜、含水量，一个种无共款的食物用什么土较适合，买菜纯属学知识。是很特别，但是给那个市民，他是那个大家买菜的人有一些认识啦，家庭主妇有一些认识啦。平常会接触到的食物有很直接关联性的这些，妈妈啊，或者是小孩啊，或者是大人，所有的人都可以去体验到说，这个水，地下水维护地下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保持我们的土壤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场帮我点一寡伫咧摒海洋废弃物的情形，点出各种的海洋废弃物，一个自对花楼来塑胶干啊，提醒大家重视海洋污染的问题。我们在超市买的新的包装的东西，其实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垃圾分类，然后去做审慎的采买的评估，其实你到最后面，它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它就是一个海废的呈现。伫即马土地表的水无啥够。主办单位希望这项展览会让趁即马较热门时阵，互来买菜民众除了了解水，也珍惜水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中部国立中兴大学附设的台中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目前冷气一度电钱拢甲学生扣甲7块，完全超过今年9月内政部新修改的税厝契约的规定。有学生也反映讲，价钱较习惯，冷气拢唔敢放。校方是表示已经有咧检讨，下学期准备要调整了。插起的 IC 卡来启动冷气，费用为卡内底扣，一度电爱7块，而且规年冬天拢共款计销。伫各班级扣的是班费，但是伫宿舍费用是共一间4个人共同来分担，有的房间一个月都要付400块的电费，一个月大概500多块。如果是夏天的话，一个月大概一人是100块，4个人一起分担的，对啊，而且我们会讲好说，如果真的天气很热，我们才会开。内政部伫今年9月订定的租赁契约内底规范，厝向厝卡收的电费，每度电袂用超过6.41块，其他月份袂用超过5.03块。但是国立兴大附农一度电向学生收7块，宿舍学生伫热天上热的时阵，平均一天找4点钟。
校方强调，主要是学校内底有超过200多台较旧的冷气，用电量较悬。后学期就会检讨调降电费。从大概100年左右就开始定收费，每一度电是7块钱啊。当时是经过所谓的代收代办会议通过的。那节能的设备我们也更新了啊，所以有调降的空间。原则上，下个学期的期初呢，我们就会跟学生公告说我们调降的一个内容跟结果。学生甲家长拢表示，使用者付费但是收费必须合理。校方表示，今年更新旧的电器设备，转头的电费嘛一年一年来下降。伫参考其他学校费用了，会进行调整。熟悉的学生只是透过校友会以及其他的补助方案来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中部来看，云林县府已经决定要伫县内20乡镇，一大间、2间啊人口数较密集的学校，加到夜间照明的电火这设备，兼搁改善学校内运动休闲的设施。望讲尽量鼓励县民暗时会当利用学校的运动场甲球场来进行休闲的活动。学生囡仔伫个运动场走标，边仔还佫有篮球场会当拍球。毋过，便若到暗时啊，云林岛南的交警国小，因为暗时啊电火无够光，嘛较会造成危险。即马为着要提悬暗时运动的安全，会伫个运动场边啊安夜间照明的设备。有时候晚上真的很暗，然后他们因为现在田径场在整修，所以他们还是会来运动，那就是比较不安全。那就是如果有夜间照明的话，那就整个晚上就会变得比较明亮。为着要提供予民众较好的夜间运动场所，县政府规划伫个云林20个乡镇内底，每一个乡镇经1两个较市区有较侪民众运动的学校，即马由岛南振兴示范补助120万，来增设夜间照明，还有运动设施的改善。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这个运动公园能够提供给民众来使用。我想这个是全民运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电汇的部分那既然已经装设了夜间照明设备，当然这个电汇就是由我们这个县府来吸收。县政府表示，最近学园的安全受到大家重视。即马除了要增设运动场的照明设备，若是学校认为校园内底有较暗或者是有治安疑虑的所在，拢会当向县府申请照明的补助。另外，每一年拢有3600万的经费做远端监视系统，希望会当真正落实校园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有诶家己一个咧住诶长辈，虽然出门有较不便，有当时啊嘛想要搁再去海边钓鱼，怀念少年时。但555基金会这个团体，顶日啊，就带3位长辈时代，做伙去台中港钓鱼，欣赏光景，开工过去。长辈手举钓竿，掠海边金金看，真有耐心咧等待鱼仔食到。555基金会石冈服务中心和台湾钓鱼人大联盟协会合作，互一寡家己大的时代体验来海钓的新鲜感。风比较大，你在我们那边钓的不一样。我平常都是在小溪钓的，现在这次来海边钓的很高兴，这是第一次来的。第一次来。已经食到80岁的蔡基尧，伫5岁出世，少年时也真爱钓鱼啊。后来伊搬厝搬到较外山区的当时生活，也因为食老袂当四界走跳，过去钓鱼的光景是互伊真怀念。即届联名和社工，佮带伊倒转来挖进故乡的海波，青春少年时钓鱼啊欢喜的感受，又佮浮现伫伊的心头。比较少机会可以来，就是来海边钓鱼，所以今天社工就是也知道他有这样子的，愿望，所以就是特别今天社工来帮他做一个圆梦这样。看这的老大人定定坐伫遐海钓，这款简单的兴趣，因为年岁有啊，身体各样，都无一定会当家己来，爱挖靠别人斗相共，总是有真侪感慨和无奈。不过人生行到这坎站，凡事就亲像台湾话咧讲的，一溪无鱼别溪钓，世间万项就看互开，心头放互清。人生就亲像钓鱼仔的过程，清幽佮自在。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南投县草屯新丰社区特别安排长辈时代，带庄内咧读幼儿园的幼囡仔来园林采收蚵仔，才做伙煮蚵仔米粉，互下辈当尽量体会做事人的辛苦，嘛通学好搁较巧实的。起来啦！做
孙2个人伫街内啊做伙掘蚵仔，你敢有发现菜园仔内底插一支一支的棍仔，顶头夹金纸甲3支香？其实这是土地公拐仔，插土地公拐仔拜田头是中秋节的传统。是要去那个祭拜那个土地公，做土地公的拐杖哦，然后才突然想到，对我的公公，因为他也是做田的。 然后才知道说哦，要做土地公拐杖是要保证那个丰收，对，所以今天带孩子来体验的时候，发现不是只有吃吃喝喝，而是真正去认识那个中秋节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所以觉得还蛮有意义的。那了解中秋的风俗，嘛结合在地农产，让囡仔知影蚵仔是生伫倒位。大家掘蚵仔了，搁爱家己下皮，刷落来，甲社区的志工做伙煮蚵仔米粉，无偌久就闻到香公公的香味。 芋头很好吃，是我们自己采的。去田里拔芋头很好玩。所以今天我们进阶的第一期就是让这个小朋友来认识我们吃的文化。我们吃不只说这个东西不只说吃，要知道它的来源。 最重要就是它是怎么样长出来的。草屯新丰社区是第3档参加文化局的社头文化发展计划，让囡仔认识家己的社区，体验做事的辛苦，因嘛会更加保守食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估计228事件尾站到白色恐怖，计共43年的期间，因为思想言论牵涉叛乱，失去自由的尚无超过8000人。 但民间也有人邀请12个这款政治受难者含因的逝世来翕2组相片，比较讲若无落狱，因想要过什么款的人生？这当阵平行人生摄影的展览，也当伫咧国家人权警卫纪念园区举办当中。 相片内底黄春兰头咧咧，面悠悠，伊是白色恐怖受害者黄允强单位付出时的查某囝。黄春兰讲，若总讲毋捌发生过白色恐怖，伊的人生就像伊背后这对手牵手的爸仔囝同款，幸福美满。我说我无意成为历史人物了，但是我打从娘胎就进入了这个历史的漩涡里面。 这个不是我所愿意，或者说我所选择的。我希望的是我能够掌握的人生，凄惨的出身，但是美好的人生。另外一位伫咧摄影棚内底夹指挥笛、穿燕尾服、白色族，佮夹红色袖袖的，是关注民族造族人高英杰。 头摆做指挥家，指挥乐曲就是伊的爸爸高一生，伫咧1949年踮青岛东路看守所，用伊妈妈的名所写的这条《哈鲁诺沙河希美》。每一次唱到这首歌，就会想到了过去的事情，愁怀着的一种的感觉。但是目前我听起来以后，就是有欢喜的感觉，穿上了燕尾服。有一点说过瘾这样子。拍摄了就是2组照片，一组是他现在的模样，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的平行人生，就是他如果没有遭受到白色恐怖，他觉得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是什么。本身是台演的杜马斯，10当前对台湾神基金会和政治受难者长期历史了解因遭遇迫害的种种。去年，伊和伊工作室的伙伴开始调查历史，替12位受难者和因的囡仔翕相。即阵踮国家人权警卫纪念园区办好做平行人生的摄影展。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就是要当记者的那位大哥。就是他是唯一一个最后真的到现在，然后真的达到他当初的梦想的，就觉得很感动。从这样的角度找出就是不同长辈们的故事，那都是一种对生命的盼望。
希望当着政治迫害的过去无法度改变，不如个前辈透过这摆雅典完成因心内愿望，一方面疗伤，另外一方面也是无共世代在咧历史的基础同齐创作的作品。记者阿敏珍、陈玉水台北报道。连啊讲完来讲电影。20年前，嘉义县民用的牛斗山是全国莲藕失明最上快的所在。不过，大家伫遮伫咧种莲藕的，敢若剩50-60岁过的长辈啊。电影导演赖丽君特别用3天的期间，替一寡双手掘莲藕、掘甲变形的做事人，翕一支纪录片，叫做《老鹰之手》，也讲出地方的变迁。嘉义县民乡乡的牛斗山，农民爱约伫田内底做事。这是较早台湾种莲藕上济的所在，种植面积有100多甲。迄个时阵，挖莲藕都是庄仔来趁食的石头。较早古早时代，咱用野挖，啊，行下脚甲挖着莲藕，就商人较无爱，所以咱加减啊用手来动啊，拔个莲藕开，啊，所以伊接出力，啊，伊一当伊累积啊，就伊弯。纪录片《拿后的手》就是咧讲种莲藕的农民伫遮的过去甲今嘛发生的代志。导演希望透过影片，让大家了解庄仔来目前的状况。国发会的一个统计哈，全台湾有134个乡镇濒临极限农村，嘿，啊，咱当然的故乡有这个地名，啊，内底无人，你找无恁兜伫倒位？我感觉这足悲哀的呢，所以我感觉讲，这部纪录片一定要有全国的人看到。村长表示，要拔莲藕的农民拢是爱乡挖，才甲来拔莲藕。因为实在是请无工，所以到即阵桃园苗栗较晚收的莲藕，嘛是庄仔来的人上北去斗收。早期老辈的手，大家拢变形，挖莲藕的吼，阮种挖起来啥相当足济好啊，大家手都拢变形啦。一般5分地，迄5分地变成足快呢，伊爱一批一批，一直变规区田咧，甲变了呢。对，多少人讲做家爱请，做人就爱变。为要翕这支纪录片，导演开3天的时间，详细记录这个所在。制作团队就表示，这一项一项拿拿后的手，背后有偌辛苦，一般人无法度想象。记录的工课难度嘛加较悬。要行吼，足歹行，因为迄拢落古霾啊。啊，你阁袂使踏着因的莲藕，阁定爱刷位吼，找无共的角度，所以这个迄个困难度就比一般拍一般的片较困难。迄像切啊啦，是啥物拢做吼，政府较会注重因的迄种价格啊。啊，阮这种的算讲小产量的所在，伊比较会较无咱注重啊，所以有时啊吼，在市面上拢互因遐大盘因遐报道去安尼。导演表示，一支鸟仔来挖莲藕3天就会歹去，农民的双手煞用了40天，这是台湾真实的历史，应该爱互人来了解。农民嘛讲，即马已经有高压水像这个技师来斗3工，双手的负担已经无遐尔重。不过嘛是希望大家会当知影种莲藕的艰苦，多多加因支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讲，近来日本漫画鬼灭之刃剧情有描写到家庭亲情、个人甲人中间的往来种种。7月日已经销破1亿本，大轰动。啊，目前当咧上档的鬼灭之刃电影公演头一日，甚至阁拍破日本有史以来动画电影票房的纪录。册店规面壁拢放满一本超人气红绘作品《鬼灭之刃》，边也阁放上边商品甲册牌留言区。放送もテレビでやってて、それ見て映画見て、で映画の続きが気になったので原作を買いに。这部会自2016年到今年5月，伫日本红册周刊少年 Jump 连载作品。讲伫日本大正时代有恶鬼会出来食人世界，主角全家拢被鬼杀害，唯一生存的小妹也被鬼同化，主角承担起一家之主，为找找互小妹复原的方法，加入专门抬鬼组织，甲共伴斗阵成长的故事。家族だけじゃなくてね、いろんな人のつながりというのを重視していて。時に厳しいこともあるけど、それを乗り越える時のですね、使命感みたいなものですかね。另外，伫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下，不少人为防疫伫厝内底时间较长，甲厝内底人相处的时间也增加，开始看共款节目，甲红会，也互这部红会，加做真侪亲子产生同感，有共同话题作品。殺すとか。また死ぬとかちょっとマイナスワードの言葉も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生きる力とか
生き抜く力みたいなのも、この漫画を通してすごい教わるので。鬼灭之刃电影版先在日本放送，第一天票房纪录都創下歷史動畫電影新高。しっかり生きろみたいな大変当たり前の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彼はし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それなんかお父さんお母さんがちゃんと読み解いてあげるとか、今分かんなくていいよみたいなことも含めて何かまた交流が生まれるきっかけにはな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这部红仔会因为有大量教育意义，加经典的红仔会七龙珠、航海王等7部有名的红仔会作品，并列团队制作。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这礼拜天气较无遐稳定，下半部温度的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3度到29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5度到30度。台南、高雄、屏东26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22度到28度。金门、马祖、澎湖21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